大家好，我是有点啥呀？大家好，我是黑暗小朋友。嗯，我这次要拍一个比较特别的计划，这要先到50订阅，接着我会找10个，最少10个，最多12个人来拍这个计划。不过呢，不过会有奖励的。只要最后那个人赢的话，就可以拿到2个皮肤箱，很棒，对不对？那还不快来，快快快来订阅我，然后在留言区留言。等到50订阅的那天，我就会拍我的企划给你们，最少10个啦，20个也可以。呵呵呵。OK，那你订阅哦，我会看，我看得到。OK，拜拜。